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新北市消防局第2大队有8个队员涉嫌甲特定的殡葬业者来收钱，互廉政署搜索带回调查。其中6个人有来认罪，分别以5万到30万交保候传。若无认罪，迄2个人是互申请收押。廉政署无排除搁来发动着第2波的搜索，要来约谈着涉案的殡葬业者。消防局虽然昨已经甲涉案的8个人调离现职，不过拢了离同一个大队，嘛引发着外界的质疑，恐惊会互相来串口径。消防局是回应讲，因为骹手无够，所以先做小幅度的调整。因若是去互起诉，就会甲因停职。有没有什么话想说吗？对不起。和廉政官移送地检署复讯，涉案的警消人员看到媒体会室内，总共有3个人被人扣手铐。廉政署伫昨透早就出动搜索，并且约谈8名警消人员，一直到过顶天透早才问煞，其中有6个人分别以5万到30万交保，有2人被申请收押。8个队员敢若是配合特定的殡葬业者，当地的时接到电话，若是意外还是病死，就通报，互因去现场处理。若是讲案件成功，一件上无收5000块，佮为了方便，各分队拢有人加入这个群组，拢总被人掌握。法官透早就开始话卷，廉政署嘛准备发动第2波的搜索甲约谈，因为进入1波拢是针对相关人员的，虽然就是特定的殡葬业者。即摆被约谈的警消有1个是提过消防科务奖，同事间中的好老爸好同事涉嫌漏泄秘密，专案8个人拢总调离现职。也过要伫共一个第2大队引起质疑。如果相关人员的异动到他大队去，会影响到我们本大队的一个战力。那第2个部分主要是现在目前是在侦查阶段，那相关人员已经做出相关的这个严厉的一个处分的，所以我们会等待后续的结果出炉之后，我们会再进行第2波的一个处置。消防局表示讲，救灾救护袂使欠骹手，伫案情还未明朗的阶段，先以调离原单位为原则，等这个案件过一段落了后，再做调整。若是被起诉，就会先停职等候审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